安南区9分地区目前已经开发完成，不但吸引未少的人口进驻，而且新设的学校嘛已经开学使用。因为是新开发的地区，议员黄丽姐为当地居民来请命，包括停车的问题，甲学校学生上下课无一个业绩撇好的所在。议员建议应该增设太阳能的遮雨棚，甲户外篮球场等。对此，阁有叫甲市长回应，会来评估。忽然间的来了一阵大雨，那学生在那个地方等待家长来来接的时候，大家都淋雨了。那个里长伊安尼特别关心伊啊，里长拢可能是咧下课的时阵拢会去遐巡，因为那个什么交通号志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接灯，是不是？因为号志没有办法去动作啊，所以可能下课的时候是学生那么多出来，可能是你伫安全上也是有一个疑虑啦哈。那个什么里长他就跟我讲说，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台南市教育局能够把这个校门口两侧这边，因为这树棒和拢打栽嘛哈，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做一个，以免学生下课的时候出来太阳那么，因为现在的就是极端气候的问题，太阳直接这样子照射，还有碰到天气变的时候，忽然间雨下来了，无办法度无当力。对啊，那个也是人行道，但是它旁边的话立了那个杆子，然后都架了那个太阳能板。我觉得那个如果架在围墙旁边，是不是也可以考虑？只要它是美观的设计。是。这个我想跟学校请同仁再研究讨论一下。然后那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？一方面能够那个什么，我们九份子学校的一个用电量，能够也可以一方面能够靠这一个。是，因为那个如果可以做标准的话，经常那个可以厂商来那个投资那个架设的经费啊，架在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围墙边，说不定那个学校还有会金，所以这个部分市长非常重视，说学校停车棚啊什么等等，都尽量朝绿能的方向，这个来做这个太阳能光电。所以如果这个是在学校围墙边，我们来研究看看，只要不影响那个美观，设计稍微好一点，说不定也可以一兼二顾了。同款是人口的问题，还有南兴国小，议员黄丽娇表示，虽然南兴国小目前只有8个班，但因为教室无够使用，造成部分的学生或者是老龄班必须要伫地下室来上课，因此要求教育局要赶紧处理。对此，教育局长回应，目前教室应该是有够使用，会加强学校的管理甲配置的问题。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